愛自己，做自己，都係意味住培養一種積極正向嘅自我價值觀，認同並接納自己嘅優點同埋缺點，同時呢就關注身心靈嘅健康，尊重自身嘅需求，並主動為自己嘅幸福負責，而唔係將幸福寄託於他人。呢個係一個持續嘅過程，包括自我了解啦、自我接納啦，並且以溫和關愛嘅態度對待自己，進而更能夠有效咁應對生活上嘅挑戰，成為一個更完整嘅自己。